蒸糕蒸糕步步高，廣東人嘅童年回憶點少得了清新爽口、甜而不膩嘅白糖糕呢？今日一次過分享2款家庭版嘅詳細做法同配比俾你哋，總有一款適合你。鍾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先嚟分享第一種做法，200克嘅水磨精米粉，想要蒸出嚟底糕爽口唔黐牙呢，需要加多50克嘅澄麵，又叫小麥澱粉。跟住倒入220毫升嘅清水，將佢哋撩勻勻到無乾粉粒嘅狀態，擺埋一邊備用。煲度倒入120克嘅白砂糖，呢個比出邊食嗰啲係減咗糖量嘅。200毫升嘅清水，將啲糖水煮溶煮滾之後，趁熱倒返入頭先開好嘅粉漿度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喐佢，冚蓋等佢焗5分鐘。呢個時候嚟調酵母液，3克嘅內高糖酵母加入30毫升40度以下嘅清水，將佢哋撩勻勻啦。因為白糖糕裏面會用到一定比例嘅糖量，所以酵母要用呢啲內高糖高活性嘅。呢個時候先嚟開蓋，將頭先焗住嘅粉漿撩勻勻，要撩到咁樣拉絲嘅狀態。攞起個湯殼，粉漿係一條線咁流落嚟嘅。好多姊妹就係呢一步操作唔好，容易失敗。攤凍咗之後，倒入頭先開好嘅酵母液，記得要攤凍喎，溫度太高會淥死啲酵母活性，影響發酵㗎。繼續撩勻勻之後，就可以冚蓋擺埋一邊等佢發酵啦。加下啲天時，差唔多要發酵1半到2個鐘。跟住嚟分享第2種懶人版嘅開張方法，直接用白沙呢個白糖糕專用粉，佢裏面已經調好咗粘米粉、澄麵同埋白砂糖嘅比例。唔使我哋自己寄配比去市場逐樣執咁麻煩。1包粉係1斤裝嘅，咁就加入1包5克嘅內高糖酵母，430毫升嘅清水，其他咩都唔使加啦。用佢嚟蒸白糖糕，唔單止簡單方便，仲冇咩機會翻車添。同樣都係撩勻勻之後冚蓋，等佢室溫發酵就得㗎啦。加下左下角嘅優惠鏈接，到手係2包粉，仲送埋2包內高糖專用酵母㗎啦。如果屋企冇稱有冇刻度容器嘅姊妹們，我都係用呢個袋嚟幫你哋量咗一下，430毫升呢就啱好到黃色呢個帆船嘅頂部。無論你揀邊種開張方法都好，跟住落嚟嘅步驟就一模一樣啦。發酵好之後，將佢哋攪拌排氣。蒸盤嘅底部同四周掃一層薄油，防止黐底。咁白糖糕呢就係越薄越好嘅，蒸盤盡量揀呢啲薄身啲嘅，分開2底糕嚟蒸。攞高少少，倒入啲粉漿。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中間嘅大氣泡。早2日炸嘅油角仔仲多出咗啲椰蓉，剩翻嘅1半粉漿呢，我就倒落啲椰蓉，整咗一底椰蓉口味嘅白糖糕。水滾上鑊開始計時，我呢個厚度全程大火蒸咗25分鐘。蒸好之後呢，你可以喺表面掃一層薄油，防止風乾。完全攤凍就可以輕鬆脫模㗎啦。學識咗原味之後，你就可以變住花樣整各種口味嘅白糖糕㗎啦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！評論區等你嚟交功課。